陀仔今日做認識球體嘅各類題目嘅。而家我哋要回答下面嘅問題。呢度第一條呢就話 O 是右圖的圓心 ，A 和 B 都是球面上的點。我哋先講呢度。佢話呢度呢有個球，即係有個波啊，有個波，波嘅中間佢個中心點就係呢一個 O， 然之後 A、B 呢都係個面啊，個面嘅其中一個點啦。咁所以呢個唔係圓形嚟噶，呢個係球體嚟噶，呢個係波嚟噶。然之後呢，佢就問，即 OA 和 OB 都是此球的乜嘢 ？OA 咁樣，同 OB 咁樣嘅，都係呢個球嘅乜嘢？由個球嘅中間，即係呢，如果譬如一個籃球呢，你掂唔到呢個位噶，掂唔到呢個位嘅，呢個係中間嗰個位嚟嘅，中間點嚟噶。中間點去到個邊，咁係乜嘢？呢個係半徑嚟噶，呢個係半徑嚟噶。由中間去到側邊，個長度就係半徑。跟住 OB 都係一樣啫嘛，OB 都係一樣啫嘛。咁所以它們的長度係相等定不相等？佢問你 OA 同 OB 係咪一樣咁長？兩條都半徑，咁所以呢係相等嘅，一樣咁長嘅啫。跟住到第二條啦，如 AOB 在同一條線段上 ，AB 的長度是 OA 的幾一倍？呢度呢，佢話俾你聽 AOB 啊 ，AOB 係同一條線，即係話佢係直線嚟噶。呢個 AOB 係直線，咁佢就問你 AB 係 OA 嘅幾一倍 ？AB 就咁樣噶嘛，即係直徑啊嘛，直徑係半徑嘅2倍咯，就係咁樣答啦。跟住咧就到呢度啦。第一條呢，呢個係 O 是右圖的球心啊嘛。呢一個 O 又係中間個位，咁呢，佢就問球的任何截面是咩形？即係話喺個波啊，我哋切呢啲切位，切咗去呢度喺個波嗰度切啲嘢，切咗咁樣呢個 A、B、C， 佢問你係咩形狀啊？陀仔你攞個波去切一次咯，攞個球體去切一次。切咗任何呢，總之你打橫切呢，都會係圓形嚟嘅，都會係圓形嚟噶。你咁樣剁開佢呢，一個球體切開咗就會係任何截面都係圓形噶啦。佢而家跟住第二條呢，問你截面邊個最大，邊個最少啊？呢度切咗呢個 A、B、C、A、B、C 邊個最大？咁呢度你都見到啦，最大就成個呢個 C 啦，最細就呢度 A 咯。到第三條啦，佢就問經過咩嘅截面最大？這截面可把球分為幾多個半球呢？即係話呢，你有個波，你點樣切可以切到最大塊啊？最大個圓出嚟呢，就一定係經過個中間呢點噶嘛？經過個球心，即係其實係即係類似圓心咁樣啦。經過嗰個球心切到嗰個圓呢係最大嘅，咁所以邊個截面最大就一定係經過球心嘅。你由把刀由一邊切開佢，經過呢個球心，嗰個面積咪最大咯。咁樣切呢，就可以將一個球體分開做2半啦。呢度咁樣一半，呢度咁樣一半，咪2半咯。佢就係咁嘅意思啦。呢度再嚟第一條，佢就話呢，請於右面呢空格內畫出一個直徑4cm 嘅球啦，切開後得出最大嘅截面。你而家有個波，個波嘅直徑係4cm， 跟住喺中間切開，到底呢整咗出嚟個圓形係點樣啊？中間切開佢個直徑呢，就會係4cm 咯。咁所以你喺呢一度將紙畫一個直徑係4cm 嘅圓形，就係咁樣啦。咁佢就問你第二條，此圓嘅半徑係乜嘢？呢度直徑4cm 啊嘛，咁半徑咪4cm 一半，即係2cm咯，就係咁樣做啦。快啲上榮恩教室嘅 Facebook 同埋我哋嘅網站度睇下啦。